一边是汽车台肉场，另外一边却是观光园区。这种的另类搭配组合，成功吸引民众的目光。因为我们不是对这个修理汽车有做这个工作的啊，所以其实对汽车里面的构造啊、引擎啊、避震器，其实只都看到外表而已啊。那在里面的话，它因为很多零件都拆下来的嘛。看起来觉得很新鲜。那我们就是利用友善拆车的方式，让大家来到说这个场域，可以看到说我们是如何的拆解汽车。那再利用这些汽车零件呢，去打造一个环保永续的一个环境。这间位在永康区的拆车梦工厂，园区内的装置艺术全部拢是由报废回收品打造，目的就是希望会当传达永续循环发展观念。并颠覆传统台肉场的观感，以艺术创作角度搭配蒸汽朋克风格，打造出参像是星际电影场景，并赋予废弃车辆零件另外一个全新的生命。我们其实是大丰环保旗下的一个实际的实体场域哦。那其实我们公司主要是做环保回收起家。那我们这边想要推广的理念就是 Zero Zero，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零废弃跟全循环。那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我们这个拆车梦工厂，可以看看我们零废弃全循环是怎么制作的，那怎么贯彻我们这边的理念的。园区内除了有真侪回收装置艺术通好欣赏，另外也有餐饮以及音乐服务。大丰环保善尽企业社会责任，创新的模式来推广绿色永续环保，值得肯定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